主要係睇翻順流道嘅嗰個部分，山圖示範嘅嗰個部分。咁去練習嘅，即係喺睇艾文之前，喺睇艾文點樣做之前，究竟我係點樣做嘅咧？我嘅做法同佢嘅做法有啲咩分別咧？我嘅切入位同佢嘅切入位有啲咩分別咧？我嘅分析同佢分析有啲咩分別咧？我最希望想知道呢一樣嘢，然之後我可以學習下點樣去模仿艾文。咁佢睇到啲咩焦點，我睇到啲咩焦點，然之後去做呢一樣嘢嘅。咁所以咧喺呢個之前咧，我就會有個順流道嘅一個個嘢啦。跟住咧，咁呢個咧係拉翻落去15M 圖嘅嗰個練習。咁呢個咧係特別重要嘅，呢個係特別重要嘅。咁我點樣標記你係一個重要咧？呢個順流道嘅一個練習係。咁我點樣標記你一個重要咧？set。呢個點樣標記你重要？其實喺呢度就已經見到㗎，即係喺唔係呢個，好唔係呢個，係呢個，呢度就已經見到你嗰個重要性啦。咁我就覺得可以就嘗試一下做你先。咁喺做嘅時候咧，我就會睇下有個 preparation 啦。準備的練習，準備的練習。OK。呢度就有個準備的練習啦，然之後咧，咁就係拉翻去15M 嗰個呢一個嘅位嗰度，然之後先再可能順流道啦，概念咁樣咯。OK，準備啲練習啦。OK，然之後而家就開始啦。咁咧我就希望咧喺即係我去做順流，我睇翻順流道嘅時候咧，可以比較清楚知道咧我有啲乜嘢睇到，一啲咩冇睇到。咁所以咧我都係會用一個圖文並茂嘅方式咧去展現你嘅存在嘅。咁而家就嚟開始啦。我就唔知要做幾耐嘅，咁可能我做3個月咁樣嘅一個諗法啦。咁而家4月24號就做到可能7月24號咁樣啦。4、5、6、7，即5、6、7，係5、6、7。咁啊，至少做到呢個位啦。好，而家就開始啦。咁你咧就喺個周線圖望一望先啦。周線圖嚟睇咧，就呢度向上。OK， 周線圖呢度向上。咁咧，你又會發現到咧，周線圖嘅動能咧係強嘅。W 向上。OK，W 向上嘅情況底下咧，你就會畫翻個支持阻力位。咁畫翻個支持阻力位咧，就喺呢個位置。OK，呢個位置你見到呢度兩底喺度，兩底喺度。而呢個係一個突破區嚟嘅。呢個時間點嚟睇，佢嘅突破區畫翻佢嘅支持阻力位。咁突破區喺度頂位啦，跟住咧你咧就會 fine tune 一下咧，佢高少少呢啲位置，同一個區域嚟嘅。咁由最新就拎最新，最新係呢個位置底呢度。OK，咁而佢對上佢或者對落啦，佢再落去下面會去到邊度咧？咁呢度咧就有3支針，1支、2支、3支。OK，呢度3支針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假突破嚟嘅，假咗唔計。嗱，咁因為咧主要咧佢係用翻頭3堂嘅嘢，咁所以我都係用翻頭3堂嘅嘢。然之後呢度亦都係你睇下個故事係點樣發展。呢度係落嚟下面啦，OK，然之後上嚟啦，落嚟踩咗一下嘅，上嚟向下突破，
回測，再落去。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關鍵價格位置嚟嘅。OK，咁然之後佢再向下咧就係呢啲位置。OK，咁你就係睇多次接觸嗰個位去睇啦。一個頂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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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個針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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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頂啦喺度。咁所以咧佢落去咧就會落到喺下面。咁如果佢落去呢兩關，過咗呢兩關咧，你先再去睇。如果唔係咧，基本上你用呢兩關就夠啦。OK， 然之後底上頂咧佢都有個618位喺呢度嘅。OK， 咁啊呢個位置。OK，anyway，我就唔再睇你啦，或者呢個位啦，呢個位啦。OK，咁喺下面嘅呢兩關咧就夠啦。然之後如果你再向上睇，再向上睇的話，呢度上嚟，你見到呢度個位置啦。前面呢度底頂嘅位，呢度有一個頂位。OK， 落翻嚟一下兩下，跟住呢個咧就有個頂喺度。咁我咧就用翻最新嘅嗰一個頂咧去睇你啦。OK， 前面呢個頂。OK， 咁呢個咧又最新就拎最新。OK， 繼續啦。然之後周線圖你畫咗啦，畫咗一個啦。如果你要再上去，就係上面呢度兩個頂，一頂兩頂。OK， 周線圖你就畫咗啦，清晰明顯啦。上面兩個，下面兩個，然之後日線圖嚟睇。咁你就本身睇咗周線圖向上啦。OK， 周線圖向上嘅。咁啊落去下面嘅時候，你見到呢度落去下面嘅時候 ，OK， 然之後再翻上去，上面做咗支針，落翻嚟呢度一下兩下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雙底嘅位置，但係前面呢個咧佢冇一啲，佢其實都有 ，OK， 佢其實都有呢度雙底啦 ，OK， 呢度雙底啦，咁呢個有支針喺度嘅 ，OK， 呢度有啲底喺度嘅，呢個有個頂喺度嘅，然之後呢度咧亦都有個頂喺度嘅，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日線圖嘅關鍵價格位置 ，OK， 佢前面呢個位咧係做咗個橫行。然之後向下突破，跟住佢再去到呢個位置，呢度618位附近啦。禁區就唔用啦，禁區唔用啦，頭三堂。OK， 跟住翻上去呢度底突破頂頂住咗，落嚟一下，你見到上面呢度兩個位嘅 OK， 落嚟一下。呢個位咧喺呢度底上頂嘅一個618位。OK， 咁你需要關注佢。然之後呢度上嚟啦，穿插咗向下，然之後先再向翻上。OK， 呢度先再向翻上。咁呢度上嚟嘅時候咧就頂三角形中軸，所以呢個都係個關鍵價格位置。咁呢個亦都係呢個橫行嘅一個中軸位啦。OK， 咁所以呢兩個位咧都係一個關鍵價格位置。OK， 然之後再落去下面1、2、3，咁做咗啲頂喺度。OK， 呢度做咗個小型2B 喺度啦。然之後抽咗向上，上到前頂呢個位置，打咗個三角形，落去下面回踩，呢度係一個2B。再落翻嚟，咁你成個日線圖係行緊個大橫行嘅 ，OK， 咁所以咧呢個就會睇到啦。然之後呢個係一個中軸，而你個橫行咧係偏升嘅。OK， 日線橫行係偏升嘅 ，OK， 跟住呢度向上嘅，咁你橫行咧係偏向上嘅，咁啊向上發展嘅最主要係，你優先係向上發展嘅，咁就第一關呢度啦，第二關呢度啦，然之後再破頂佢就再向上睇 ，OK， 你唔需要擔心嗰啲位置唔夠 ，OK， 跟住去到4小時圖啦，4小時圖你最主要咧去留意嘅一個位置 ，OK。嗱，咁前面日線圖呢度就有個位啦。咁你4小時圖咧，唔係就係睇呢個嘅喎，係睇呢度噶。呢度落嚟向上，落嚟向上，落嚟向上，落嚟。咁呢啲位置係4小時圖嘅位置。OK，
呢度頂底落嚟呢度頂。OK， 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價格位置。佢呢度就爆咗落去下面，然之後翻上去震，上到嚟呢度出咗個2B 價突破俾你，落翻嚟呢度上嚟一下兩下爆上去，破壞咗前面嘅結構。破壞咗前面嘅結構，然之後呢度向上，然之後呢度向上，咁又唔畫緊佢 ，OK 唔畫緊佢，去到呢個位置，咁呢個位置咧，你可以 fine tune 一下咧，去到呢度兩支針。頂嘅位置，呢度一支針喺度 ，OK， 呢度一個底，或者呢個區域嚟嘅，呢度上嚟落嚟，跟住再向上突破回差向上 ，OK， 咁你而家4小時圖咧係行緊向上 ，OK， 破咗呢個結構嘅，咁你睇下佢會回到邊啦？可能會回到呢啲位啊。成啊咁樣嘅，咁呢個咧係做咗個 OK 一個底啦，一個針喺度啦，一個頂啦，咁呢個咧就會係再落去嘅一個價格位置，咁你同碼先，然之後到4小時圖啦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價格位置 ，OK， 呢個係一個價格位置。然之後你就再上嚟，咁去到呢度咧，你就行咗個橫行。OK，咁喺呢一 part 嚟睇咧，就去到呢度啦。OK， 然之後咁你睇翻咧，艾文佢係如何去畫翻佢價格位置啦。咁我覺得做咗呢個一 part 咧，先再去睇佢會比較好。OK，咁而家就暫停呢一個價格位置嘅部分。